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苗栗白沙屯的妈祖半暝啊起驾。白沙屯的妈祖进香无固定的路线，妈祖想要行达就去达。啊，讲这个半暝乱加一个起驾了后，是伫个原地顿定5分钟。信道讲真神奇，讲可能是妈祖搁咧思考要安怎行。啊，这个桥板的卡路真紧，所以有粉红超级跑车的称号。半暝啊出发，中昼就已经到台中，下晡到彰化。彰化这届安排的警力只有527个人，甲大甲妈安排的3350个人比起来差6倍。警方讲，因为白沙屯的妈祖路线无固定，嘛无接桥甲抢桥的问题，所以部署的警力嘛是有差。粉红色的桥伫人群当中对头前刷叮当，伊就是有粉红超跑之称的苗栗拱天宫白沙屯妈祖的桥，嘛是白沙屯妈祖上特别的标志。讲桥板卡定上紧，今仔日半暝出发，中昼就行到台中。沿路工厂点鸡排刀啊，迎妈祖。比方讲进香的路线无固定，拢是看妈祖想要去倒。趣味的是，庙方原本按算半暝2点15出发，不过桥一讲起来，乱桥煞无对头前行，是伫现场直直咧摇。当时附近的信徒拢硬去，感觉妈祖是毋是咧想要对倒位行？乱桥约5分钟才出发，行到路边搁停落来，所有人拢真虔诚咧等指示。上尾啊，妈祖到树木旁直直咧摇，庙方认为爱行200多公里到云林北港进香，为了体谅桥板的辛苦，换做较细乱桥。桥换好了后，粉红超跑继续冲，卡定真紧，按算无偌久就会到彰化。彰化即摆为着白沙屯妈祖准备的警力，干那527个人，和顶一摆大甲妈遥警安排3350个人相比，差6倍。大甲妈祖绕境的时候，有一些固定的点因为阵头太多会容易造成这个治安打架的事件。大甲妈的乱桥当时到彰化附近拢是警察防卫起来，因为有不少顶头组织要接驾，发生冲突。白沙屯妈祖因为路线无固定，嘛无开放民众接驾，所以警方单纯协助维护交通，嘛和警力和大甲妈遥警相比减少真济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